澎湖渔民昨下晡通报海巡单位，讲伫咧澎湖小门西方30海里外海，有这越南的渔船掠过界。海巡透暝甲这船啊，抑个11名船员带登去马经调查，敢是掠过界，或者是有其他违法的行为，这部分搁爱厘清。海巡人员伫暗暝甲船押回澎湖马经，船靠岸了后，11个越南籍船员拢爱留伫船顶。船长天光了后，互海巡带回调查。这只青色的渔船是越南籍。12下晡，澎湖渔民通报伫小门西方30海里的外海，发现这只船好亲像非法的作业。那目前我国会依照《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大陆成交法》的规定来做处置。那近日渔业署会派员到澎湖来了解情况。如果进大陆进海期，应该是伊嘛知影，知影伊按这进海期，按都家己内底作业啊，才有走遮。中国籍渔船越界事件真多，不过这届查到是越南籍渔船，这也是澎湖头一件查到越南籍渔船越界。不过为越南到澎湖这片海域离真远，各方专家表示，当年5月至8月中是中国的休渔期。除了为着生活，或者的越南渔民越界，也有可能因伫做海上不法的事项。那当然也会有潜在国安的疑虑，特别是越南渔船以往是比较少靠近台湾这里进行越界的。除了可能会是刺探或者是收集情报之外，也有可能是进行偷渡的行动。那这些都有待海巡署进一步的深入了解，才能进行判断。苏志芬表示，是不是有协助中国伫做情报的收集，还是其他犯罪事件要搁查？海巡嘛应该增加巡逻，才会当伫第一时间做处理。台湾本岛进前嘛捌查扣越南籍渔船，并裁罚100万，渔业署嘛会赶紧派人去了解，若做牵涉到不法，就会重罚。记者采访报道。